愛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 Cindy， 係 Yona 媽媽嘅門徒，亦都係一間會計師事務所嘅管理層。咁由細到大咧，我爸爸咧就專心工作，我咧係由媽媽咧一手帶大嘅。佢係一個好傳統嘅家庭主婦，佢每日咧都會盡心盡力咁樣去打理屋企嘅大小事務。咁佢對我嘅管教咧都非常之嚴格嘅。咁佢成日都會提醒我做得未夠好啊，我要不斷咁樣努力再努力。咁喺佢悉心嘅栽培下咧，我從細到大咧都係品學兼優嘅學生，讀書好叻，亦都非常之自律。咁咧就係爸爸媽媽同埋老師眼中嘅乖孩子。咁但係另一方面咧，因為成長當中咧我缺乏咗稱讚同埋肯定啦，所以咧我係好在意人哋嘅眼光。我每件事咧都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，我好期待咧得到別人嘅肯定同埋關愛，亦都好驚如果我做得唔好嘅話咧，人哋會唔中意我。我咧唔能夠忍受人哋嘅指責啦。咁好多時咧，人哋隨便咁講一句說話咧，我都會覺得係咪批評緊我、指責緊我咧？我就好敏感嘅。咁由細到大咧，我啲性格咧都非常之容易內耗。咁慢慢咧，我心裏面咧就好似出現咗一個埃及法老，不斷咁樣去鞭策我，批評我唔夠努力，做得唔夠好，要求咧我去做更多，做更好。而我裏面嘅內在小孩咧，就一直咁默默承受住呢啲鞭策同埋壓力。咁我就會咬緊牙關，努力嘅做更多，做更好，就係為咗取悅法老。呢一個咧就係我啦。咁13年前咧，我信咗主耶穌啦，本來咧就應該得着完全嘅釋放，恢復神兒女嘅身份。其實唔需要再靠自己嘅努力去證明自己，而係知道咧我本身就係珍貴嘅，我係可以放鬆咁樣去依靠神嘅。但係咧，雖然我頭腦上面係知道呢個真理，但我冇辦法去擁抱。我一直咧都活得好攰，好似一個咧要不斷努力先至能夠生存嘅奴隸一樣。咁今年2月底啦，我公司咧就經歷咗一啲嘅震動，咁我嘅業績咧都受到比較大嘅打擊。突然之間咧，我少咗好多客戶，又少咗好多機會。嗰陣時咧，恐懼就慢慢進入咗我嘅內心。我擔心我嘅業績受影響，我好擔心我冇辦法去達到我嘅 target。我好擔心老闆覺得我唔掂啊！我又好擔心啲同事覺得我好冇用。咁嗰時咧，我完全冇警覺到，原來咧仇敵已經係一步一步咁樣去壓制我嘅心。咁初咧，其實我淨係擔心工作㗎咋，但係咧後尾咧，我嘅擔憂咧就不斷咁樣升級同埋擴散。我開始擔心我嘅仔升學啦，我擔心佢冇方向啦，我擔心佢冇動力啦。我唔知佢點樣照顧自己啦，咁我好擔心佢嘅將來，亦都好擔心我自己嘅狀況，因為好差，好擔心咧我冇辦法繼續工作嘅時候咧，我就冇能力去供佢讀大學等等。咁各種憂慮堆積起嚟咧，我嘅思緒變得好混亂啊！咁經過一個幾月嘅時間嘅發酵咧，慢慢咧呢種焦慮嘅狀態咧就演變成一個重度嘅抑鬱。咁喺我狀態最差嘅時候咧，我係徹夜失眠，坐立難安。喺思想上面咧，我係完全全面咁樣否定我自己。我覺得我做嘅每一個決定，走過嘅每一步，都好似係錯嘅。每日咧，我就係好想用張被去冚住自己，我唔想見人，我咩都唔想諗，我好似行屍走肉一樣。嗰陣時咧，係每一日都好煎熬嘅。我係短短一個幾月時間咧，我瘦咗10幾磅，不過而家肥翻晒啦。咁今日咧可以企喺呢度做見證咧，完全係阿爸天父嘅恩典。咁喺我最黑暗嘅時候啦，神咧真係擺咗好多天使去托住我。喺呢個生命樹嘅大家庭，真係好多人去陪住我。我好衷心咁感謝牧師爸爸啦、師母媽媽啦。咁師母媽媽陪我傾咗好多啦，跟住牧師同師母又陪我睇咗套戲啦。好感謝我嘅組長 Yona 媽媽啦，係啦，
佢又陪我去行山啦，跟住咧又去每日都會發啲信息去為我守望啦。咁仲有我小組嘅弟兄姊妹啦、門徒啦、Esther 啦，好多好多，跟住秋蓮啦、Joanna 啦、Auntie Amy 啦等等，個個都去為我祈禱。咁仲有我丈夫嘅體諒啦、支持啦，食咗好多嘅負面嘅情緒。仲要多謝我個仔啦，喺佢呢個年紀呢，佢係比較中意獨處，但係佢都特登出嚟陪我食飯傾偈，好多謝你哋。咁喺我連禱告敬拜都冇力量嘅時候，牧師就教導我一定要用意志翻嚟喺神面前敬拜。咁我就順服呢句提醒，縱然我好唔想好冇力，但係我都逼自己翻嚟去敬拜。咁同時咧，我都睇專科醫生，接受藥物嘅治療。咁喺我最無力、最唔能夠禱告、唔能夠讀經嘅時候，我就開 YouTube 去不斷咁樣去睇見證，我就當古仔咁樣去睇。咁慢慢咧，我就回復翻對神嘅信心。咁我嘅情緒同精神咧，亦都一步一步咁樣恢復翻過嚟。咁而家咧，我已經完全好翻晒啦。感謝主，咁我亦都喺醫生嘅指導底下咧，慢慢去斷藥啦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咧，我而家嘅狀態咧，係甚至乎比我生病之前係更 fit 嘅，因為咧，我開始去明白到焦慮對事情根本係冇幫助，甚至會帶嚟疾病。所以咧，我就開始學習去依靠神啦，成個人咧都變得越嚟越輕鬆。咁我感恩咧，7月底嘅時候咧，母堂咧就舉辦 Gentle 蒙福聖萬民特會啦。咁因為蒙福聖萬民係第3屆，之前嗰2屆咧都好有得着。咁其實7月底係我自己工作上最忙嘅時間，但係我都排除萬難，我一定要嚟，因為我知道我曾經喺職場上面跌倒，我好需要去捉住神。咁喺我情緒病得醫治之後，再去領受特會嘅養分咧，我覺得係有更深嘅體會啦。亦都讓我咧重新去回看過去呢段嘅日子，神喺我生命當中嘅工作。呢次特會咧，我去回顧我呢個情緒上面嘅幽谷咧，我先至睇得好清楚。我會跌倒，係因為我失去神嘅異象同埋熱情。嗰陣時候，我容許我心裏面嘅法老去轄制我，讓我嘅眼光全部都放喺環境，放喺自己嘅焦慮上面，變得好自我中心。我冇再以神為中心，我嘅焦點錯咗，就好容易被轄制，俾仇敵攻擊。咁經過呢場熬練之後，神咧俾翻2樣好寶貴嘅嘢俾我啦。第一咧就係佢俾我嘅異象，第二咧就係我屬神兒女嘅呢個真實嘅身份。我深深知道，往後喺職場上面都仍然係會有挑戰，壓力係冇辦法完全去消失嘅。但我覺得我自己嘅信心已經唔再一樣，我知道我唔係靠自己，而係靠與我同在嘅神。困難係嚟磨練我，唔係嚟到擊倒我嘅。而家咧，我學識一件事，就係喺我嘅生活當中，喺我嘅職場上面，當我遇到難處嘅時候，唔係自己夾硬去孭，而係快啲嚟揾聖靈去幫助。我相信咧，神係會帶領我哋進入應許之地。咁但係特會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提醒，我一直都記住，就係應許之地唔係就咁俾我哋，唔係躺平就有嘅，而係要一寸一寸去打。咁但係咪我哋單打獨鬥呢？唔係，係神應許佢會與我哋同在，所以我哋唔需要懼怕。好感謝神啦，讓我去看見呢個真理啦。只要去全然依靠神，有佢嘅 passion， 有佢嘅 vision， 我哋係可以蒙福勝過萬民。但係最緊要嘅呢，係擁有屬神兒女嗰個被愛嘅呢個咁寶貴嘅身份。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我哋天上嘅阿爸父。